11节的感动时刻，我们要带您来逛逛各地的客家庄。今天跟着镜头来到的是屏东内埔，在内埔当地的这个客家庄有一道传统的美食，叫做甩肉丸，手工制作，把这个肉丸子甩在手掌心。每逢过年节庆、嫁女儿或者是娶媳妇儿，就一定要有这一道菜，这就象征着团圆，象征着圆满。而内埔地区的农会还特地开班授课，就希望教导大家如何做好这道菜。屏东内埔农会家政班一群妈妈们下厨做肉丸，这是当地客家美食。绞肉、调味料，简单的素材当基底，重要的步骤在后头呢。差不多吧。捏起一小团肉，沾点酱油，抓起再丢入手心，这个叫做甩肉丸。有这样才比较咸，才会咸，才有咸，那有好嘛？一方面面也不会粘手、粘手。一小团肉丸甩进掌心，这是老一辈流传下来的美味秘方。以前俺们很些时间，爸爸妈妈在做的时候，俺们都会天数做，都会搞俺们做。他是家政班班长刘荣昭，负责教导新同学传承客家好味道。没按呢，就你压着手拿来甩，在这里甩，这样按呢。每逢过年节庆、嫁女儿、娶媳妇儿，这餐桌上一定要有这一道甩肉丸，代表圆满，代表团圆。以前的行人啊，过生啊，有过年过节的时间会做啦，抢谁农么也会做啦。一颗颗肉丸子送进锅子里蒸煮，10分钟一道，锅盖掀开，热气直窜，香气跟着飘散，肉香伴随着酒香，这是客家人共同的回忆。有下面，唔咩？肉太粗诶，所以老白嘅散。细细咀嚼肉丸，一边寒暄问暖，拉近距离，这就是家政班开设的意义了。我们会把我们这边的客家文化的传承借由活动这样来试做，传承给下一代，或有的比较那个外面嫁过来的那个太太那个可以他们知道我们这边的文化还有我们这边采虾班自己肉丸串起情感，好滋味在客家庄代代飘香。小小的丸子有满满的回忆，一把抓起，在手里甩进老祖先的心意，在口里享用客家庄的传承。热腾腾的香气里，内埔家政班烹调感动时刻。